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福芳莹。我今天将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多杰熊灯在变成护法之前，它的转世身份有哪一些？待会儿我将给大家念出的这些名字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熟悉啊，那也不足为奇。原因是因为多杰熊灯护法他的前世呢，个个都是非常显赫的佛教大师。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需要看这些传承转世的身份呢？其实我们可以由此而看出，多杰熊灯护法是一位正悟的佛教护法，而这位护法的视线为的也只有护持佛法，因为他的每一个转世身份都为佛教的弘扬有着莫大的贡献。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文殊菩萨。多杰熊灯护法是文殊菩萨的愤怒化身之一，而文殊菩萨则是无上智慧的代表，也是八大菩萨之一。文殊菩萨也曾化身成为佛陀释迦牟尼的弟子。那谈起文殊菩萨，我们就会联想智慧觉知，而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他也是修行人的智慧本尊。文殊菩萨以男身示现，右手持着一把带着火焰的智慧剑，那这把智慧剑象征着斩断我们的无明。文殊菩萨的左手有一本经书，那这本经书呢是由一朵莲花衬托着的。这本经书其实象征着他因为智慧而成就了最究竟的了悟。文殊菩萨像一般的坐骑是蓝色的狮子，或坐在一张狮子皮上，这象征他以智慧降服内心，就像他安坐在一只凶猛的狮子上面。Om Arabhasa Nadi 是文殊菩萨的心咒，这个心咒将能够增强我们的思辨能力、记忆、写作能力、解说能力等等，当然少不了能够帮助我们开启智慧。多杰熊灯护法作为文殊菩萨的愤怒化身，他的法门必然也能够给予修行人相同的益处。接着下来，我们看看毗瓦巴。大成就者毗瓦巴是多杰熊灯护法第一个被认证的转世身份。他是位于菩提迦耶伟大佛教大学那烂陀寺的学者，他精通胜了金刚及金刚瑜伽母的修持法门。当他在夜里修持法门的时候，空行母将会前去接受会供及密续法会的供养。其实毗瓦巴这个名字有着坏男人的意思。当时他之所以会被驱逐寺院，是因为夜里进入他房里的空行母们都被寺院里的人看成是一般的女人，所以他被驱逐寺院之后，四处流浪，做一个流浪的瑜伽士。一路上，毗瓦巴展示自己无比的神通力，让那个时候的人们对佛法产生信心。其中的事迹就包括毗瓦巴让一位原本憎恨佛教的南印度国王及他的国家转信成为佛教。这位国王对毗瓦巴之所以产生信心，是因为他曾经尝试用各种方法来杀害毗瓦巴，比如将毗瓦巴淹死、活埋或烧死，但是毗瓦巴都不受任何的损伤。后来毗瓦巴也将一名南印度的瑜伽士，那这名瑜伽士后来被称作东方南波巴，他把这个东方南波巴带上正道，让他不再杀害千百只家畜，向大自在天象做祭祀。毗瓦巴利用自己的神通力，将大自在天象裂成4块，再把观音菩萨的石像放在大自在天象的头顶上。其实毗瓦巴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以神通力守成阻止太阳下山的手印，让太阳高挂在上空3天之久不下山。这个举动当时候就惊动了当地的人，也惊动了当地的国王。国王和当地人在见证毗瓦巴的神通力后，对佛法的信念就自然而生。毗瓦巴也因此将无数的人带入佛门，桃李满天下。接下来的转世身份，我们来到了吞弥桑布扎。吞弥桑布扎是被认作是西藏语文文字之父，是西藏语文的创造者。他的语文天赋其实早就被松赞干布国王发现，于是国王就派遣当时年纪还非常轻的吞弥桑布扎及另外一名年轻的男子一同去印度学习及研究经文，以创造西藏的文字。吞弥桑布扎在印度学习语法、诗词、文学、哲学等学问长达7年。那学成之后呢，他就带着印度国王送给西藏国王的礼物及梵文语法的书籍，以及印度很多其他的书籍带回西藏。
据说他携带的那些书籍是从印度带到西藏的第一本佛教书籍。随后呢，他便开始创造西藏的文字。他的贡献还包括依据梵文语法而撰写了6本西藏语法的书籍，其中2本就在丹珠尔里面。根据传说，敦弥桑布扎在一次跟松赞干布国王与所有大臣的朝会上呈交自己的藏文创造成果。自此之后，他教授松赞干布国王阅读、书写及藏文语法。国王用了4年的时间来掌握藏文的语法及文字，之后也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其中就包括了21本观世音菩萨的密续经典翻译。据说敦弥桑布扎也曾陪同一位大臣前去尼泊尔及中国，迎行2国的公主来到拉萨下嫁松赞干布国王。而来自中国的公主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唐朝公主文成公主。说完了敦弥桑布扎之后，我们来看看赤松德赞。赤松德赞是西藏的第38任国王，也是西藏佛教3代国王昌盛期的第2代国王，是莲花生大师的其中一位主要弟子。这位国王对佛法有浓厚的兴趣和信心，于是他就四处去寻找佛教大师。一开始，他往中原寻找佛教大师，随后再往尼泊尔及印度去继续寻找上师。最后，在他不懈的努力和付出之下，他请到了济护大师及莲花生大士前去西藏，并在西藏当地弘法，让佛法在西藏扎根。在赤松德赞的影响之下，西藏的第一座正式的寺院就是桑野寺，在济护大师及莲花生大士的协助下建成。赤松德赞也监督首位藏人僧侣的剃度仪式，以及监督佛典翻译成藏文的工作。随后，我们就来看看那洛巴这位转世身份。那洛巴是一位与阿底峡尊者有相同地位的印度佛教大师。他出生于孟加拉一个婆罗门的贵族家庭。在那洛巴还是婴儿的时候，他能够给人家一种非常舒服、愉悦的感觉。看着他的脸庞，人们都能够感觉到喜悦和快乐。自年幼起，那洛巴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他对禅修及佛法修习有着浓厚的兴趣。虽然年纪轻轻，但是他拥有甚深的智慧，对人自然也有一份慈悲心。在那洛巴8岁当年，他进入世界著名的佛教大学那兰陀寺修习显法和密法。在那兰陀寺，他享有伟大学者及无误辩经师的美名。当时在那兰陀寺的传统指定辩经的书方将向营方拜师修法。最后，那洛巴在多场的辩经中赢了不少人，也因此传授了不少人佛法。那洛巴最后的智慧甚至超越他当时的上师们。谈到那洛巴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就是他无比的誓师心。他经历了上师善巧制造出来的各种磨难，最后证得极高的修行成就。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故事。话说有一天，当那洛巴安静地在房间阅读佛典，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黑影。那洛巴就抬起头，看到他的眼前出现一位相貌相当丑陋、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嘴里一根牙齿都没有。这位老太太还非常老，老得没有拐杖都站不稳。那这位老太太接着就问那洛巴：“你在读什么呀？”那洛巴就回复说：“我在读佛陀的教诲。”然后老太太再问：“你明白那些教诲吗？”那洛巴毫不犹豫的就回答：“我理解佛陀教诲的每一个字。”那洛巴的回复其实让这个老太太开心的笑了起来，也随着起舞。老太太说：“在这个地球上能有像你这样的学者，真是太好了。”面容丑陋的这个老太太接着问那洛巴：“佛陀教诲的字面意思你可能明白，但是你了解内在跟究竟的意思吗？”那洛巴回答说自己也明白佛陀教诲中的究竟意思，但这句话让老太太非常不高兴，因为老太太说那洛巴不可能会了解究竟的意义，只有一个叫帝罗巴的大师才能够理解。于是那洛巴就开始寻找帝罗巴，并向他拜师学法，但帝罗巴给那洛巴的训练和磨练都是非常严峻跟严苛的，这是为了替那洛巴消除业障。
尽管帝洛巴对那洛巴进行严苛跟严峻的训练，但是那洛巴没有因此而质疑帝洛巴或对上师有邪见，那洛巴还完全的向帝洛巴臣服，而最终那洛巴克服了一切的磨难，取得了证悟。随后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转世身份，那就是罗丁舍拉尊者。罗丁舍拉尊者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佛教翻译大师，他历尽千辛万苦，将佛法从印度带到西藏。据说罗丁舍拉尊者的一生当中，翻译超过37000节的经文。更重要的是，他培养过无数的学生，教导他们哲学、逻辑学及瑜伽修持。他拥有2万名的弟子，也因此而必须动用接近2000名弟子来作为自己的助教。罗丁舍拉尊者的另一项贡献，就是将印度的伟大佛教护法神金甲伊护法从印度请到西藏，给西藏人带来福祉。罗丁舍拉尊者之所以会被菩提迦耶寺院一位有神通力的住持请去西藏弘法，是因为这名住持他遇见纯净的佛法在藏地弘扬开来的机缘，也见到过程中将会出现的障碍，接着也会预见佛法会在印度没落。于是那位住持就请求那兰陀寺院及菩提迦耶寺院的众护法神前去西藏护持佛法的弘扬，排除那些障碍。金甲伊护法出于慈悲，自荐陪同罗丁舍拉尊者前去藏地。去到藏地之后，金甲伊护法示现思乡之情，因为藏地不如印度有茂密的树林。可是贴心的罗丁舍拉尊者为了藏地人们能够有学习佛法的机会，而利用他的神通力示现一座森林，并将这片森林送给了金甲伊护法，好让金甲伊护法留下来继续护持佛法在藏地的弘扬。罗丁舍拉尊者在桑普寺供养了金甲伊护法。金甲伊护法其实和多杰雄登护法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和因缘。在多杰雄登的其中一个转世，也就是我们所谈的罗丁舍拉尊者，金甲伊护法护送他远到西藏。金甲伊护法也有被画在多杰雄登的曼达拉中。这一世的罗丁舍拉仁波切曾师从迦杰赤江仁波切，更是赤江仁波切为他的主要上师之一。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萨迦班智达的转世身份。传奇中的萨迦班智达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著名法座持有人，他师从一位名为杰逊扎巴坚赞的大师，也掌握了所有的教诲。随后萨迦班智达成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学者，他的辩经能力也是无人能够超越的。他是第一位将6名印度学者辩倒的藏人学者。6名印度学者当中的其中一位就是印度著名的学者 Harinanda。他在一次的大辩经仪式上败给了萨迦班智达。自此之后，萨迦班智达的名声四处传播，就连在中国以及蒙古的阔端可汗也邀请萨迦班智达前去弘法。萨迦班智达接受阔端可汗的邀请，而阔端可汗也给萨迦班智达举办了非常盛大的迎请仪式。这里有一个萨迦班智达是如何有正量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从前有一个蒙古王子，因为听了每一个人对萨迦班智达的赞颂，他决定试一试真伪。这位王子与一位搞巫术的人共谋，打造一座只是幻象的寺庙，再请萨迦班智达前来加持。萨迦班智达前去为这座幻象的寺庙做加持，也撒了一些鲜花。后来让这位王子出糗的事情发生了。与王子共谋的巫术师无法使得那座原本仅是幻象的寺庙弄不见，因为那座寺庙已经透过萨迦班智达的神通力从假的变成真的。那名王子因此而对萨迦班智达产生信念，更为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最后向萨迦班智达寻求皈依。后来当萨迦班智达圆寂之后，他留下了无数的弟子，当然也就包括留在中国继承他法业的弟子。数十年之后，也因为萨迦班智达的这个转世身份，多杰雄登护法与萨迦派有着非常深厚的因缘。而第一个将多杰雄登护法奉为佛教护法，并且开始修持他的法门，都是来自萨迦派的大师。说完萨迦班智达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另一个转世身份，也就是布顿仁钦珠。
伟大的佛教学者布顿仁钦珠出生在西藏的西部，即是后来扎什伦布寺的所在地。自年幼期，布顿仁钦珠展现出非凡大德的品性，更拥有直接看见文殊菩萨的能力，并且能够与文殊菩萨对话。年少时期，布顿仁钦珠毫不费力地便掌握了古代梵文。他自小便跟多位伟大的佛教大师学习佛法。据说他总共师从了28位的大师。学成之后，布顿仁钦珠开始翻译梵文经典，并开始修改很多已经存在的翻译经典。布顿仁钦珠收集500年经已被翻译的佛典，并把这些教诲加入甘珠尔及丹珠尔的收藏作品中。此外，他的一生还写了26集有关佛法的论著教诲。总而言之，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非常不凡。随后，他在转世成为持律祖扎巴坚赞。持律祖扎巴坚赞是宗喀巴大师的8大弟子之一，他也被称作镀金扎巴坚赞。镀金这个名称是宗喀巴大师取的，它有着严守毗那耶戒者的意思。持律祖扎巴坚赞最为著名的就是他严守清净戒律，以及他高尚的德行及品性。持律祖扎巴坚赞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弘扬宗喀巴大师的法教，有的时候他也会被认作是与宗喀巴大师一同创办格鲁传承的人，因为他使得格鲁派的传承及教诲直到今天还依然兴盛无比，得以延续。格鲁伟大3大寺院之一的甘丹寺就是在他的监督下建成的。在建成甘丹寺后，他将这座寺院供养给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及弟子相信持律祖扎巴坚赞及宗喀巴大师其实拥有着相等的了悟境界、修行成就及智慧。我们也常听到人们说，持律祖扎巴坚赞与宗喀巴大师很多世以来都有着非常亲近的关系。持律祖扎巴坚赞是一位备受敬重的上师，有什么证明呢？其实就在宗喀巴大师圆寂之后，甘丹赤巴这个格鲁传承最高法座持有人的职位，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就首先将这个职位让给了持律祖扎巴坚赞，但是持律祖婉拒了，并推荐宗喀巴大师的另外一名弟子贾曹杰继承并守护宗喀巴大师的法业和法教。因为持律祖扎巴坚赞对上师及佛法有着如此大的信念，持律祖才会在一次的情况下答应了捏种护法，自己将成为一位专门护卫宗喀巴大师所传授的龙树菩萨之中观教诲的护法神。接下来，我们看看班禅索南扎巴的转世身份。截至今日，班禅索南扎巴仍然是历史上第一位分别担任过格鲁3大寺院的住持的高僧。在班禅索南扎巴48岁的时候，他受到他的上师第2世加瓦仁波切根顿嘉措的指示，当上了哲蚌洛斯林寺的住持。班禅索南扎巴在哲蚌洛斯林寺当了5年的住持。在52岁当年，班禅索南扎巴登上第15任甘丹赤巴的法座，随后在任7年的时间里传授佛法，率领传承的宗教活动及仪式。后来，班禅索南扎巴在66岁那年，他又当上了哲蚌寺的住持，长达4年。班禅索南扎巴之后，在69岁的时候，再担上色拉寺住持的职位，一直到他77岁。除了是格鲁3大寺的住持之外，班禅索南扎巴也有其他非凡的成就，比如他在3岁的时候便开始撰写针对显法和密法教诲的论著，其中就包括了密集金刚的修持法、金刚经的注释、格鲁寺院5大论的课程设置，还有撰写历史及其他论著。班禅索南扎巴的论著至今依然是格鲁甘丹萨吉寺及哲蚌洛斯林寺僧人考取格西学位所必须修读的主要教学大纲。桃李满天下的他，其中的弟子就包括3世加瓦仁波切索南嘉措、第21任甘丹赤巴格勒帕章以及第25任甘丹赤巴裴佐嘉措。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杜古扎巴坚赞的转世身份。在杜古扎巴坚赞的前世转世身份索南格勒帕章圆寂之后，一名年龄大约2至3岁的小男孩开始说话，
以及挥动仪式的法器。这名小男孩出生的时候，住家的四周还出现彩虹、光芒及各种吉祥的征兆。这名男孩在非常年幼的时候就能够记起自己的前世身份，能凭靠记忆背诵祈愿文，更记得他的上师们是谁。据说这名男孩，无论你给他什么经文，他能够即刻地把它们背起来。这位非凡的小男孩就是杜古扎巴坚赞。杜古扎巴坚赞刚好出生在人们都在找寻五世加瓦仁波切转世灵童的时候。由于他自小便展现出高僧转世的特质，他也被看成是五世加瓦仁波切转世灵童的人选之一。然而，另外一位转世灵童人选雅旺罗桑嘉措被认作是四世加瓦仁波切的转世，而成了五世加瓦仁波切。在杜古扎巴坚赞6岁的时候，四世班禅喇嘛班禅洛桑确吉坚赞认证他为雅旺索南格勒帕章的古物转世者，也就是杜古的意思，并赐予他前世的法座以及扎巴坚赞的名字。当杜古扎巴坚赞只有7岁的时候，他跟随自己的意愿，从班禅洛桑措延那里接受了沙弥戒以及各种灌顶。就在杜古扎巴坚赞仅有9岁大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为佛典撰写注释，并且给予开示。在杜古扎巴坚赞13岁那年，他已经饱读并掌握菩提道次第的教诲。在他18岁那时，他已经在上百个山洞中做禅修及闭关。他的弟子都说他能够直接亲见本尊们。不管杜古扎巴坚赞去到哪一个山洞做闭关，人们经常都会聚集在山洞之外，等待给他做供养及接受他的加持。想来见杜古扎巴坚赞的人实在太多了，导致他无法专注地在山洞中做禅修及闭关，而必须从一个山洞迁移到另一个山洞。即便他享有如此的盛名，但是每个人也知道他并不贪图名利和权威。事实上，他并不想受到如此多人的朝拜，或成为一名知名的上师，也无意见那么多的功德主。但是基于他的极高修行成就及渊博的佛学知识，大量的人跋山涉水前去见他，只求见他一面。就连中原的皇帝也会给他送供养品及会见他。当时的杜古扎巴坚赞与五世加瓦仁波切雅旺洛桑嘉措拥有相等的名气，他们都一起住在哲蚌寺，也是四世班禅喇嘛洛桑确吉坚赞的弟子。然而，杜古扎巴坚赞所获得的关注，让五世加瓦仁波切的弟子感到不是滋味。他们生怕杜古扎巴坚赞的名气将超越五世加瓦仁波切。结果，杜古扎巴坚赞最终被五世加瓦仁波切的助手杀死，这也造就了多杰雄登护法的崛起。无形中，杜古扎巴坚赞也完成了持律祖在早逝之前答应捏种护法自己将化身成为不共护法的承诺。杜古扎巴坚赞圆寂之后，索南却贝和诺布消灭了这位大师在世时的一切遗迹，也努力确保人们找不到他未来的痕迹。他们毁灭了杜古扎巴坚赞的成就，篡改有关大师前世的正式文件，并将他的转世名号从传承经文中剔除。不仅如此，索南却贝和诺布还进一步策谋杀害杜古扎巴坚赞一家人，并夺走了他们的家产和土地。为了确保未来人们找不到杜古扎巴坚赞的转世，他们还禁止人们找寻他的转世，同时也瓦解了大师在哲蚌寺的拉章。他们甚至将他的圣体舍利丢到河里。正因为如此，直至今天，杜古扎巴坚赞的存在一直都被西藏历史所忽略。但是，杜古扎巴坚赞所做出的牺牲，足以能够向世人证明他的悲心以及守护佛法的决心。多杰雄登护法的存在，他的转世身份的历史和背景是不能被抹去的，因为它就是格鲁传承中的一部分。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